弟兄姊妹，今日係2026年40日嘅大齋期嘅第21日。今日默想基督嘅福音，主題係勝過律法。馬太福音5章20節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首先安靜預備心靈，請你合上眼睛，聆聽播放住嘅音樂，請你向上主去發出讚美感恩嘅禱告，請你為到自己去禱告，祈求主引領你嘅心進入喺默想親近佢嘅歷程。以下係經文默想，我哋透過馬太福音5章17至到20節去默想基督嘅福音。我會誦讀經文2次，你可以合上眼或者望住熒光幕裏面嘅經文嚟到聆聽。17節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；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，又教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17節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；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，又教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2次讀筆，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經文。
留意經文之中邊一啲嘅字句特別吸引同埋提醒你，請你向主嚟到禱告。請弟兄姊妹以一個默想嘅心嚟到去聆聽以下嘅內容。今日嘅金句係喺馬太福音5章20節。我告訴你們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主耶穌所說嘅話，明顯係針對文士同埋法利賽人而嚟。主耶穌點解要同呢兩種人嚟到去作對呢？文士係抄寫聖經、教導聖經嘅人，法利賽人係最維護律法、教導人要遵守律法嘅人。主耶穌咁樣做係非常之令人震驚嘅。事實上，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生活方式，只不過係講一套做一套，所傳講嘅教條天經地義，自己卻係欺壓、貧窮、貪得無厭，過住假冒為善嘅生活。主耶穌渴望改變呢一種虛有其表嘅信仰生活，希望人切切實實咁樣去遵守律法，唔單止遵守律法嘅生活指引，更加重要嘅係喺心裏面把握律法嘅真嘅精神，而律法嘅真精神就係愛。全律法都係建立喺神對人嘅愛嘅基礎上。因為神愛世人，所以俾人律法，讓人按住律法嘅條文彼此相愛。人遵守律法，一方面係基於人了解神係愛人嘅美意，進而提醒自己要去愛其他人；另一方面，人遵守律法係基於人愛神，甘心情願喺律法嘅束縛之下討神喜悅。因為愛，主耶穌展現咗自然不同嘅生活方式，成為我哋嘅榜樣。因此，我哋要彼此相愛，唯有愛先至能夠勝過律法，使我哋嘅生活喜樂有意義。邀請你繼續默想以上嘅信息，停留喺吸引你嘅字句上，安靜默想，向主禱告，並且等候細察主嘅回應。
兄姊妹，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上主，求你令我體會到你對我嘅愛，若我有愛得不夠嘅地方，求你幫助我，更多體恤我身邊嘅人，關心佢哋內心嘅需要，讓到我唔單止係得把口講，而係樂意實踐出嚟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去禱告，阿門。